测试中昼的时阵，有渔船通报海科馆，讲伫咧基隆的海峡看到一只海豹，船长甲坐标记起来嘛录影。初步研判这是一只细只的海豹，有学者就讲，这真有可能是伫咧找食的时阵无细字找无路。 离船仔边，敢若是一直想要往顶悬爬。7号中昼11点左右，离基隆海峡作业的船长林心勇，咧扛草包要收飞鱼的卵，向发现一只海豹。惊讶、很惊喜，看到的时候就再游过来2次。我看到好像累了，要爬上船了，抓起来也回去也会触发，不行了。 船长赶紧摕手机翕相片，佮影像嘛，甲伊的坐标记落来，通报海科馆留下这珍贵的记录。那这个是一个最佳的公民科学家，有关于海兽的分布资料，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贡献。 专家研判，这只海豹是斑海豹的幼体，想要上船的动作毋是亲人，有可能想要去你休困。发现确实的位置并不公开，就惊民众拢走去追海豹。中华海岸海底协会呼吁民众避免围观，搅扰到野生动物，但若拄到伊，嘛会记保持距离。 不要就是随意追逐，然后不要触摸，也不要喂食的这3个基本的原则，然后跟海豹就是保持适当的距离。海豹为怎样来？中山大学特聘教授陈明sen接受平面媒体采访时表示，将有可能是找食物的过程尾航，嘛表示台湾离亚热带交界热天出现海豹，确实是真罕的看。嘛表示海豹通常是出现伫北纬35度以上的温寒带，有可能为红海、渤海、日本海峡等所在来的。其实去年8月，屏东嘛出现一只海豹，迄时阵学者研判个体气象的可能性是较悬。记者林静梅、陈崇伟台北报道。